大德，大家晚安。祝学人晚安。我们这两天的法会，昨天跟今天经过了这个讲书，给我们讲解这个道理，让我们大家都充满了这个喜悦。尤其今天我们院长大有临时来临，跟我们做一个精神的训导，让我们每位修道的同修们，大家应该有所警惕。虽然我们院长大来的时间不长，还好，假如长的话，我看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精神太紧张了不是你们紧张或者紧张起来，因为院长大太累不嗨，太累不嗨，所以丢嘛也不嗨，丢嘛也不嗨，大课上天主课，以牛奶就是中的科技，看我们不能及格，没体验，还是要经过院长大给予批判论述，因为那是大公无数，但是呢，又我们后来又回老师来这么慈悲，真的也因为苏轼老大心胸，也像我们一个父亲或者是叔父的这种慈悲，真的我们让大家在内心上都得到很大的这个感受因为这一次我们虽然这两天的法会，希望呢大家能够秉承我们这两天这个法会里所听的道理，跟所学习的真理，还有先人慈悲的这种圣训以我们以后为修道的宗旨跟目标希望我们各位真正的能够按照我们师尊老大，还有院长大，还有我们各位点传师讲书跟我们讲的道理去实践力行，这也是我们大家必须要认真的、实际的做到。那当然，或许这一课是说修办道见证了没有在电脑，那没有在电脑，那这个要凭记忆因为我们手上没有资料那希望一会去跟这个师兄讲一讲，假如有这个在电脑的话，赶快弄出来；假如没有的话，我们用稿子叫他把那个稿子列出来。那当然，我们今天在修办道过程中，真的要感谢上天的慈悲，我们老祖宗的佛祖、师尊师父大，还有诸佛菩萨的护持，当然还要感谢我们各界的前贤前人有这么好的天道保留到现在，让我们大家真的能得到，能够超生描述。其实，各位大家应该在修办道过程中，每一位点点滴滴都有一些经验。其实来说，我们各界老祖宗讲的
大主者不成。这数据这是伊啊，会当来做咱生活的重心的一个体会。那么就是讲，得到这个经验不简单，所以得到这个经验是每一个人拢真愿意就会当来得到。虽然讲天主普渡是要普渡众生，但是咱都要知影，过去圣经所讲的。还佫有三步。虽然世尊是成大悲愿力，要来救度众生，但是还佫有三步。第一步语言讲不到，无心第二步心讲不到，第三步语言讲不到。当然，这是咱当时世尊的时阵。毋过即阵，咱上天老母把这个万国不团的这个至宝圣意集团，普渡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咧，大家拢真正会当真简单、真容易，也会得到，会当在当得到，在当受到，在当受到。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经验，但是呢，嘛是爱看伊的根基组成，爱看伊的根基组成。那假说伊个根基虽然在迄个条道真接近做伙时阵，伊嘛无法度得到，所以因此呢，互咱讲一段，讲因为虽然伊有机会让要甲大去救到，但是无法度让救到这个经验，就是互咱呢特别迄阵阮当经理在领导文化拄调这个当初的先生，调咱这个做新年的洗衣车的平台展示，就去美国去做这个生意的领导。那么去甲做了后，倒来到新年，已经差不多12点外，暗时暗时12点外差不多要关店。这个文迪陈文先生，叫这个张万来先生，伊就讲，周经理，咱来食一个点心就好，互我真率性难言讲心脏点了都点了因为咱收到是点心嘛心脏点了就点。那么，迄个时阵有滴甲这个爸爸就讲，周经理，你若无来食点心我大家我人嘛拢无法度啦都无食安尼。那么好势什么？也甲咱有倒来后尾才来去。到迄个时内底，要到遐天家里天家出3-4年带入一个小个地我看差不多30公分，来做切仔面其实我嘛足辛苦讲年轻人实在是到注意啦，你大家做这个切仔面这素食方面讲究有量我一些去网站看完即头看倒转来呢，迄个老讲，你甲我学落来，我唔做来。我来安尼，我讲学落我讲学落就是讲，你讲学落伊唔做安尼我是讲是安怎唔做啦？好势啦，其他伊等切仔面嘛所以我叫伊抬杠，以前咱唔做啦你是做这看无纪律，伊甲我讲，无啦，我甲迄个遮是切仔面，我就无想要看做真正。甲安尼思想是观念真正确的，所以是阵呢，我就讲我有理现代来说，迄阵咱拢咧第语言节目讲，生活单品安尼啦生了黑心我单品安尼啦。我是讲，也是人会了无车来抢安尼啦。伊讲，大迄嘛上抢人嘛300块，我咧惊抢人也毋是为了趁钱，也毋是为了人抢人，无是安怎也毋做。我就一直咧甲问个原因伊讲我哋做做甲物件有爱做，
讲哦，我这样做吼，做到足无奈啦，讲是安怎？伊讲啊，就一个吼阿伯啊，吼，听讲贵阳去开猪啦吼，啊，到12点外饭店讲来我才食面啊。听啦，一碗面出门我趁20块，洋葱面一碗20块啦。咱来到地吼，一碗面有食咧，是安尼硬规桌顶安尼饲啊，像咧饲细饼安尼对啦。哦，安尼饲，安尼面安尼安尼面安尼大啦，多一块就细。做起来味道了了，啊，一块迄菜啦，咱有咱人个桌顶有讲啊，讲迄后壁啊，迄碗面用了吼，后摆过来扫涂骹去桌顶用个吼，迄工是比甲伊趁一碗面较济啊啦，所以爱做啦。我讲啊，安尼吼，迄就是迄个业重啦，啊，就来无去丢倒，可以丢倒会安尼。伊讲啊，歹讲就丢倒啦，讲就丢倒哦，搁计甲较唔敢。我就哦，我来安尼，我今时有天无地，好日到不来讲，别叫人丢倒，丢倒讲伊也讲如难安尼吼。所以时阵吼，我就话讲，也是安怎，你来人家讲倒啦，倒人丢倒倒着，你甲讲用倒着，不要来后边，爱后边，别来你先来安尼做。食面安做着吼，啊你嘛好啦。伊讲，买讲着大人，人讲着大人吼，我倒一个倒三个去到别人袂当去倒啦。讲哦，安尼歹康拢安尼决定，啊无来倒一个人倒三万，去到别个我就去个，去到有影咧，去到别个这较会当去倒咧。所以迄个时阵吼，哦，较真正啊难啦吼。伊讲伊倒迄个倒倒啦，啊实在是足好个，伊嘛是咧去倒啦，啊我个去到的时候，譬如咱讲这个市名这个所在啦吼，要住13楼，啊带伊到2楼挂号，挂号啊好哦，去到3楼，讲倒我遐住带楼过袂歹，哦，啊讲伊一个男经理，一个姓男经理啊，哦我咧我就来处理到个几件事情啊，这本书啦，啊，这本书处理的吼，这吼基本上买好就好卖啦，啊，这书好啦，就甲带回啦，下带到2楼好好啊，哦，即摆第一个安尼行着吼，啊，第二个讲往下啦，我咧小学就到第3楼啦，哦，甲去到2楼到3楼，伊搁也住出来啦，哦，搁一个楼下吼，我就来订倒啦，到尾第3摆，讲出来以后边啊，后边总本属于下乡啦吼，后边遐啦，啊，讲原地就来关第3楼，第2楼挂号到3楼，我本来挂号咧住出来，哦，啊后边袂乱，所以讲伊倒迄倒3摆去到，我就来订倒，所以伊就安尼来定个种种个好啦，哦，所以这个就讲咱今仔日讲来，伊修办个过程，嘛无讲大讲伊通订倒啦，真正有个以入世经验，哦，所以我就来订倒，哦，这是互阿你讲订倒啦吼。第二就是你讲咱互较地个啊，有伫咱这个业务中央22楼顶啦，啊有一日我来点倒啦，啊点倒伊挂号好好咧，啊即摆下底是个头标吼，关到后标吼，毋通去标啦，我会死啦，讲毋通标啦，伊会死啦，啊我过去看吼，平时啊有了后边是订倒的啦，啊边仔吼好贵下啊，点咧。规方面点咧，伊用钱搞了咧，啊，讲意思讲不出去啊，啊，我就是讲人家甲我指示安尼啦吼，你甲我放肆啊，我就无推出，我就继续念，走出来啦，走出来，你嘛走出来，点了3步刚了，安尼尔，都3步刚了点完，我下底等于留到楼下。去在咧看电视，讲啊，看我你怎么要死啊？啊，无法度啊，毋是要照顾你，照顾你，讲对啦，啊，你来到遮就好啊，讲回到1楼好，所以即款的情形啊，
所以咱大家当将应咱得到这是咱根基啊，哦，甲第三个哦，第三个就是讲新加坡啊，迄个大家拢比较知影迄阵咱去开放40多人次，啊去开放迄阵来去咱嘛拢无办安尼，迄阵是关于要去，我袂记啦迄阵来去到这个鸡舍，鸡舍就会知影多好就从左边西从后面遇到咧，迄只多鸡啦，咧较早标咧从大家拢需要咧是大经理都去，我来大经理讲大经理生意边出版发表，从仔才开始一点一，这个人调过来讲我对不啦所以我先课安尼啦，大经理讲好现在你要点的原来拢做好势来咧读标文你读标文，原来迄个都学了，哪个了会啦？都读不出来死我中文也无迄个了解用法就创一个现在继续了都迄个咱现在是十几楼迄个我们是咱顶的边个一个出入你来从顶到了后，搁一个啥拜天啦，拜八咧过，其他经过也会用我看一个像咧长鸡数一个都安尼出来，像咱咧长鱼数一个都安尼出来，出来下面一个溪岭，这个溪岭我溪岭内底安尼片啊片地啊，爱出这种鸡出来这江，这青头这种鸡脚，头这种鸡脚呢，用这青条带土片来，摕到溪岭路途过，咱一般连海在海湖底溪岭我点了三步讲了，这点讲三步的时阵，假设是拄了来为我老婆来拜拜，在咧念我听无啦。即摆看你人都撞出来啦，撞出来看你人是吧？甲人带领来撞出撞进，我甲算出来，我能超过10点。就拄了撞出，拄了是啊，是老婆娘娘拜拜，迄阵我在爱的假设，什么处理我看这个，我是第二天才处理头我第二天才处理，大经理这个过程，咱新加坡过的因为咱去新加坡医务父亲，拢有亲像因为拄去度迄个过程的时间，像咱去度迄个过程的时间是安怎度的？买鱼有一次拢买，像买鱼买30条。买30条做衫一平甲买10条，少鱼的要开干讲到你听，慢做来就你家这个来是啥样？在做来拢去，去做迄个过程，两个多条这大概用的好变化，大好不大呢？我会出我是建议讲去家己插掉入好个。即摆迄个人在，迄阵在这个阿爷，新加坡这个阿爷，讲伊讲家己掠过即摆来甲我讲掠过即摆，掠过即摆我会出去甲看有规个内底种贵，伊这手挑、骹挑拢搞，伊个安尼种贵，甲迄个时阵我就讲，你怎改变个？但是你讲迄个过程两个家己过来起来，讲我做啦，我2个月调2个按照多看啦，看咧早买我处理个，迄是讲临时
安尼观念安尼啦我想讲这若有观念较高问题这我安尼话礼拜想但是安尼，变安尼咱一个因为安怎讲，因为咱企业一贯都话人都会出名，咱嘛知影台湾人咧去到是毋敢讲人咧拢白讲啦，天都不咧不养一个，咧台湾无一个，所以你咧台湾是教，其实咱嘛是这样不然其他人你讲安尼这代是教，安尼你讲台湾一贯都人咧不能改变的，安尼所以就是头初期嘛是讲天都咧用人立刻啦，安尼所以因此呢，就安尼伫遐安尼念去做袂去做迄个我就讲你是好好的思想，我毋敢讲妖怪，因为我敢看迄家己的身体拢会安尼假但是我若讲好好的家境，安尼袂使安尼所以我尊重伊啦讲你好好的思想啦即摆天好保证伊个无论是非拢来做到，你现在无做到，就已经给啦。你若继续安尼闹你犯天条犯罪其他伊会永远进入这个阴山地狱，万年不能超生。所以我是好好的思想，要遇到看见爱退掉，人做遮老，就话讲天堂我唔去啦，你名甲我挂天堂，我不爱啦，佮甲我抽倒转来，你像咱安尼就表你你讲天堂我好有趣嘅代志，也知天堂是毋是啦，安尼啦，我就是临时搬来做想呀，你写一条咧定文啦迄阵咱也无写片的差几阵也有写片，简单一条因为咱我这个题材，所以这比较容易看得来。你方面写定文定文来写，我讲我已经甲你天堂名都甲你有条啦，你款名都去地府安尼啦你来应聘安尼啦即摆就拄安尼有新闻的到尾啦，若要我提毋通我人去投保啦，叫一个1.3亿互伊真正是我家的阿兄主人大迄个阿兄就我阿兄1.3亿互伊你阿兄这1.3亿来到就一年天天啦就我咧这手拢交货就情丝渐渐我叫阿兄3年拄好迄3年拄到手里服务一个倒落来倒落来即摆较厉害代志变啦歹势啦，已经在人才我已经天天拢做过完成，7个12点外才结束。所以一道真正大家拢遐经营啦，所以这一道的思想实在是非常难得。第4个，你讲咱这个林太太，你跟咱相同，这个林太历史，这个厉害啦！伊拿过来，你说咱在什么和为什么好边那是你就对啦，好因为迄阵这个咱家是家是即摆政府办迄个迄个担心本月单位单位你真先生就报告一下每年伊就去联络社联谊，讲社这个联谊要部来辅导，真正单位的先生就调就调规个人才，迄阵新小姐小姐毋来送来去到林太去到林太了10点外就到啦，天气给你10点
伊讲心内无准备啊，心里没有准备啊，一个准备啊。我唔讲你是这惊什么啥有来讲啊，道理你听嘛袂歹，啊我嘛相信但是呢，因为了我足久的朋友啦吼，所以我相信啊，所以就家己听袂歹啊，我袂歹啊，这个意思讲心里面准备。讲到尾讲啦，啊，无阮若讲叫做袂使啦，阮200块风景有成啦。我讲啦，你若有啦，风景我嘛有开始，你嘛有叫做我嘛有开始风景有啦。其实咱若是风景挑去看，哦，安尼啊，到尾又讲哪呢？讲啊无，你即下我来讲，讲啊无你定是定，你心内你注意啦，来好啦。伊讲好啦，我们下礼拜。都好啦，后礼拜吼，什么意思呢？后礼拜了后，今日是礼拜吼，礼拜就有啦，你后日转来，转来到的时阵，后礼拜到后礼拜，点个日子，咱来拜三拜二，拜三拜四，这个当年是咱对对的啊。讲真经理啊，阮那个朋友来对啊，是安怎分计划呢？哦，变卦的古代，比如吼，咱这大洲的拜天的为小在地花的，到底啊，这个到底是变卦，它是巧，我是巧，哦，所以有一点方面，咱可以了真正的帮助大家。那么今日咱大家当这个简单平的嘛。教习讲，现在咱还要有这个熟悉，吼，还经过这个熟悉。第二呢，就是讲叫做后空中化的，这个电子当然，就是讲咱叫做了后，化的这新来，那咱这个国民理论就是讲来上课。其实，真正你若这个天性的信息，你对上课嘛，通常化简单，把真正的了，若讲做第三课就上安啦，那我们听来无啦，这讲的吼，都是要迄个空间的问题，咱东西来调整到这个来迄个空间性啦。空间性来讲，来咱台湾了后，伊就本来讲，伊讲当时要做这个大发展的地方去造势，透过这个空间性的形象，了解到这一些，该做蛮好嘅，做一些多别经过嘅压力加。讲这边是中山岛，那边是国民党，这边中山岛这边这边国民党这边，伊透早3点多拄过过工，伊是讲用这个来过好啦，去过个啦，伊是在过的时候声音啦，无声音，讲伊直接你唔敢不敢，所以你叫你除非。这个我到这因太太因囝，大概一寡回这个公标的书也是因太太囝来一寡回人家做，有安尼就是讲有离间边后嘛，因为你是迄个水有声，水有声我本身中发现了我的语言，继续给我。伊看video，本身都我来开镜啦，开镜迄个时阵迄个空中的书空中的书咱是爱用3本啦。伊讲今天新疆你有新3本，我你用啦，赶快用语话，你大家都用3本，用3本，你全部两个可能，伊今仔好难打死。讲多
有迄个符啦，迄个符打，啊，迄个打来打，咱打在那发的，咱打在那发迄个空间就讲，哦，我这么说你变怎？用三宝变，我这么说，不用变，用三把就尽力还就对了，唔免讲目标反正准备去做了无坏即嘛迄个符下来来打在那发啦，你讲咱这个就到底是所以讲尽力还呢，简单点。地界有个山车啲啦，講即擺天高天高吼，天高天高，迄個山，你係講講係話天田啦，你哋即邊做山道啦，做山道啦，做山道，即擺你到家你挖咧，講東家講田啊，該條出來，天過來啊，天過來啊，哦，該係呢，天出來，哦，係呢。大九三，这个国民党大太阳委员看法咧，看这个家己怎样，伊讲看法，后母后囝后妹啊后啥，伊后辈，安这是个做方面啊，所以说爱甲国民党家咧，讲伊按我讲过来啊，伊讲我嘛有知影。頭都唔話我有矛快我，如果那我唔係一來其實伊嗰邊都幾快，伊唔快伊是講嘅先富先化所以嗱，如果先富先化我哋福建州有本書嚟話家人南遷大家看要嘛今天我哋要睇翻這個所以這個。上緊注意啦一家學校如果成日交俾做啲時陣這是一個足大嘅環境。其實講迄個是學校是教師之類，這若講真正到這個有才華驚，因為你陣打初初比如是人老去做嘢，因為去做嘢做本來加錢加大用心本來加大，因為足不好啦。今日嘅情況，今日嘅環境啦，我揾老輩而家，到尾揾老輩，結婚，結婚細個，去學證書所，去教育個對面一個班，對面一個班，婚姻教班對面一個班，再來情況，即係嚟講了後，一個班，仲係去研發啲個人結婚先，誒，我採購對後仔冇講啦。迄陣迄個去到河口，即個作家表嘅一個書，去到去迄個電本書我會發現這個電表，這個是有關，這個書畫表兩表，佢阮國台灣囡仔是本一個存在啊，找個人嘅時陣呢，家己看。存在嘅人或者有迄個年長講咱即擺即比較體會如果87水災、87水災即比較攏去大洪天做地方即擺講咱嘛唔知到底是安怎那麼有比較飯食飽，再飯食飽，但迄個9點外電表甲咱宣布。講你去過山頂嘅情況，因為我是行步嘅啦。講叫我去過山頂嘅情況，過山頂嘅情況，唔知影去到嘅一望無際，莊家書第一書嘅千字攏有啦。喺河口嘅山頂，一望無際，一個從單位是風靠湖，風就靠，迄山攏會靠入去。我唔知佢做唔係，我講唔講，我自己做唔係，我嚟搞我錢啦。咁你如果佢嚟個世界方唔係啦，你唔知嚟個世界方我話唔知，因為查佢嚟個世界方，咁世界嘅方，即係話咧，即係做睇唔到嘅方，係啦。所以咱就睇呢個情況呢個情況我過嚟，就講你過嚟，只時間嘅。
哦，只是那个10点到12点钟，啊12点到0点钟，安尼有名啦。啊，轮过程后吼，无就是啥，无地甲花，啊无行车，也无菜地包，啊无搭板，就是讲免迄个穿一般的顶啊衫，但是免地甲花啊行车，只是啊无的安尼，暗时无的收费，轮流收费就是讲从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到5，2到4，4到6，一个5个，哦，安尼啊，哦，啊，迄阵啊大天真诶，啊，因为若伊村口行来到平府吼，来回爱使40块钱，爱40块呐，啊，连着从你会使平时啊拢去遐困啊，啊，你家己啊，日班家己，我叫伊叫就是啊，日班家己安尼对啦。啊，是安怎无当啊，所以吼，迄亲戚逐业拢像来教书啦，要甲像来教书来好，哦，啊，迄亲戚好难读书吼，顶番号码我变亲戚顶，啊，迄个前当两日亲戚卡甲都行落起来嘛，啊，两日亲戚卡，你甲想讲无？迄真正咱细个讲来讲。咱上生的已经做出来，迄茶店已经过那个茶店对啦，哎啦，啊，带伊困个无代志呢，哦，甲有钱多迄个我去互较着，啊，着互我咧互本来伫互较拢起来互买，迄个我4代卡车，在4代庆祝的一种情况，这边有一点不一样，哎，啊，4代卡车有来。后道有来迄个村服务头，准备迄个，啊4台卡车好好200人，一台卡车4个公差，一个司机好好200，我是一个连升，一个平升3，好23，因遐用今日找所在，我什么清理费，什么清理费，什么清理费，都甲我看，啊迄个时候较个迄个细吼。风尾一个世界地方，拄好看着迄个电池啊，迄个电池咧看尾，啊电池咧看尾下底是银卡，啊顶头是手机，啊安尼啊，因为咱较早做事啊，一个地铁较有压力，讲迄电线电啊，所以较早一个观念讲电啊，所以迄个电池啊咧看尾难处理，要嘛无家己嘛袂晓。但是我想足一样的代志，啊，因为较早咱是世界第一个车，迄10点卡是起哦，是真差的。迄个起，迄个银卡起卡都比原来不一样。啊，电电管都小刀，啊小刀啊内底都是手机。哦，我看起来吼，哦，足牛，我去走入去台湾的讲迄咱的车电也发挥，迄个班长听我。车的电脑机对我照出来吼，到迄门口摕一包沙包，像迄枕头安尼，吼，安尼来讲，对迄电池盒吼，啊对电线有，吼，有就放回去，啊行啊一个是顺顺咯。也即摆阮两个咧走吼，但是因20外个，他们咧走安尼，不出其所以然，莫名其妙安尼，哦，对我咧走，对大你这个。啊，迄个团，迄个司机就讲好，刚才好个在我发现哪有吼，哪有真正吼，咱大家讲，这3层个清晰的复杂吼，咱所有的人吼都需要了，所以迄个时阵吼，这个名就先报纸对咧，报纸传的，报纸迄个传播啦吼，啊传播咧，哦，就一种公文来稳定的啦吼，讲因我发现这个。我过我变成我放假3日，啊放假3日，讲安尼我要回家，我要回来，哦，讲袂使，我袂使回来，讲我回来吼，出4个回来，
所以放假3日哦，一日2张机票啦，一天2张机票，我要去新店看电影，啊，要去阳门看电影，哦，到晚上新店到阳门去看灯，要我袂使外出，到去看电影，一日2张机票，哦，啊，放假3日啦，啊，所以安尼了后，我啦即个连长啦吼，啊连长来甲我讲因为吼，迄一日若有我发现啦吼，伊讲即3尊佛的性质若复杂啦吼，讲对无靠做中心，若拄到无行到中点，就到顶啦，落人到顶啦，这人都来死啦。伊讲比一个弯子来看起来，比一个弯子来看起来，3尊佛。迄春风伫遐咧看就是秋风风，伊无负责哦，迄3尊佛的一丝加点性质看法者，所以吼，其实咱无定老师啊，甲迄陈讲师讲，其实吼3本来过来重点明白，你想一下，若做重点明白，真正咧甲咱得到方法，所以是讲吼，迄阵啊。若无讲真正无法发现啦吼，真正啦安尼吼，毋是伊个死了，我嘛喙不死啊，哦对无？喙不死啊，无合，真正无合尸体嘛，敢去解决啦。哦，因为如果我倒伫个存佛内底啦，哦，啊所以这真正咱保持迄个，真正咱是嘛，然后迄个虔诚、迄个信心共相化嘅，相信讲咱讲拢经历过，但是安尼家己去感受。这种东西，你从我买，感是一摆代志啊。可是到尾啊，了后把你感受哇，真正有影，若无天不属着无，真正上天注意互咱共同化嘅，家己来生啊。这是我啊，即个以前的经验啦吼。过来就讲，求得后前靠住所见啊，求得后前靠住所见，咱地名就做清哦，清我卖讲人啦吼，啊当然这个。伊当时呢，求得好好，遐代志变来前靠吼，迄阵咱前靠咱伫咧前伊咧讲吼，伊啊，咱自己的可能第3楼，吼，啊伊伫下来到咱伊遐呢，好哦，伊遐个只甲带到规拢好，去到的时阵是后挂号，拄好挂号挂了呀，边仔亲顺顺挂到去看啦。啊，讲伊即粒头就要挂，即粒心就要处安尼啦。啊，个迄个用可能是咧，即摆用迄个水平老底，好，我去走第3楼，我第3楼，甲我这边，阮3即摆安怎样？讲哦，即粒头就要处，啊，即粒就要挂，即粒心就要处哦。就迄个伊咧甲看卖，我下日走去到2楼看，真正带老师看错，吼，啊，边仔比较出声啊，老师。啊，我就讲无某兄，啊你吼以前捌安尼做，我想以前人捌安尼做大吼，以前出来药啊，啊就讲以前我有啥物时间看咧，出时间来甲看。伊讲无啊，我以前都毋捌啊。哦，安尼我就知讲这个一样，所以我就讲啊无，你讲忍耐者，我提一个小弟吼，你忍者好无？伊讲毋通就叫你看，我才会死。哦，我会甲讲甲伊忍耐。或者是安小时候讲啥啊？我这会死啊！啊，不等于迄阵啊，我结婚我就叫人讲，我叫兵啊，兵啊，啊无安尼，你就是猫咪个载的吼，啊无啊无请人接猫，啊是载。啊，即摆吼，较平啊，咱过来3，咱只要我过来，咱隔天才来讲，啊你今日倒转来啊，你用为啥你还载？哦，因为我咧想速度就袂遐快咧，讲你上伊家在，反过啦，无啦，找咧到老他讲好啊，讲伊要伊某个行来到你哦，所以是讲，毋是讲每一个人得到了后，哦，会当这样简单得到，假会当这样用前靠，啊，有得看，所以前靠是千万个当中选一个。所以嘛，代志虽然伊有其他的因素，但是一定有前靠嘛。啊，咱足侪前辈
伊张到作早，但是一定敢参考有法度做法，即嘛是伊的业障，伊的业吼。啊，佫过来就是讲咱忏悔见证吼，忏悔见证当然即我来讲名吼，即个即个案例吼，即个就是伊经过3次忏悔班拢做过，安尼我忏悔，伊过去咱若要忏悔吼，拢会把参考的迄块叫啦，家己个祷告，问仔赞咱这个忏悔吼，今仔日爱家己信心。虔诚，咱的心来坚定，咱来爱对咱善主义、事事无主义，互咱当真敬意，真顺服过这个忏悔班。伊甲我讲就经理，难怪你会我今日甲前面讲在我今日忏悔不是没有啦。伊当时我教会伊啦伊过去的行业是太过低啦，所以我教会伊讲到。经理咧讲，难怪绝对来的啦，绝对啦，保证来的啦，请各位教授保证来啦。安好哦，讲甲伊10点外，因为我是刚才伊较早刚才国大的后时啊，回家，伊讲迄边咧他咧讲哪有人咧行，该人咧人咧点啊？讲到10点外，听人咧听。听人咧上人咧用病来吼，甲伊发病来，就有款伊住的时候，较袂到开窗看到无人，无人可以去，佫倒咧啊，佫听人咧叫，伊佫病来，佫开窗无人，即摆佫倒，安尼吼，送伊病啊，赶紧吼，赶紧叫人送病哦，送病我听讲是问题人开车啦。讲起来，开车就连3宝啦，讲安尼吼，中途要死去啊！去到病，你就那风干病，放在放医院风干，来风干，然后风干病，去个清水啊，去个清水，天光光，我在看这个人在家里讲大好，今日在我来参会，当家己的家庭病清水，来。佮第2摆，佮甲讲，伊嘛是讲好，我对个来。第2摆嘛是讲后面好电视再去清楚。第3摆嘛是佮后面再去清楚。即摆过来我讲好啊，安尼唔爱讲，无讲啦。3摆3年啊，伊咱即摆1摆嘛吼，3摆3，我讲无讲不讲，我讲不讲，拢唔讲，问仔再去你来收来，真正。5点经过5点真正好多来去，怎么接啦？安尼就会参与吧，大关系。所以这是真正，咱会当真英语，按顺序参会，实在是真正难的。第2点就是讲，咱家庭有个本性，爱个这个爸爸继续虔诚，就讲每人这个参会班嘛，有伊有好前后意思说，也会你是参会班你是参会班多主力在来大一点班上，按这一对，王太太啦，因祖囝王太太伊祖囝，安尼什么叫阴间万阴油？保心安有什么个？电话都挂了电了，哎呀吼，去下头面做啥物佛茶要我哩，佛茶要我哩多添2点钱，有个人来了，我是讲，安尼是袂是了啦，安尼就啉了无咧来啊吼，添2点钱又来了，安尼大家比较艰苦的，真正有咧做。鼓励出来，我进真来吼，电脑啊，安怎样扫的，就遐上老来啦，听我就是讲讲话，安尼是对你讲讲，我心在疼，讲心在疼，因为咱最后一个题目是啥？迄阵咱重要一个娘妈祖，娘妈祖我拢爱
管理，咱们每个班有拢有修复管理，我派你做修复管理。迄个比方讲，因哦，我从迄个人看伊的教育，后尾就开估计会使，你讲有法的教育，即摆个话有量是了是爱，可以啊，是哦，原本了是爱啊，即摆个来了讲讲喏，咱办大家来同吃，迄个话是了是第四个啊，迄个地方是真正，走人阿伯，啊你即摆爱好啊，读过迄个就好啊，读过迄个就好啊，咁我英语写会啊，会写，哦安尼，迄个你知啊，大家去英，咱就好来理解，哦，你也是真正啊，即款物件哦，实在是非常重要啦吼，这是咱国家的这个道理是哦经验。过来第三就讲，伫家人单位吼，因为家人单位可以是较早伫遐单位可能较细化，家己的班会主办，啊，迄阵啊多赞诶，多咱咱以前开在家庭经办起的，啊来一班了后，才有咱后边安排一个操练班，所以可以是讲啊，处理一个跟咱这个吼，处理一个会议来参加，咱不然。不然差会啊，所以咱同咱大家讲，互较比一般规划咱要做做件，放弃家己的班，咱是家己的班吼，好势啊，都当然拢有事嘛吼，今日今日好势嘛拢有事吼，遐个吼，体力啊，迄个面吼，都变化，前多久那个变成点面。有人这边尖叫，有人是啊，把佢这边跳，有人这边叫呢，要人是要吹完了哦，我就讲，要人家吹完了，哦，啊，伊是无爱哦，刚书刚的顺班的弄，快点，然后就一样的，哦，迄个伊哦，表面进来，表面进来，啊，所以安尼。了后呢，哦，迄个大家讲学迄个听讲会议时，我是问伊，但是个人哦，点本书啦吼，家人这单伊个单讲，讲就是讲伊个会议时伊个做班，啊，所以伊出乎伊哦，这个是嘛，因知讲迄个怎么干，哦，啊，当然咱是讲会个班咧看安尼，所以咱就讲伊啊，伊是家人干，咱干，所以咱好势。要干啊！来再过啊，第五讲朝祖先的见解啊，啊，这个朝祖先哦，我较做会过来点本书的人才啦，迄阵啊有名嘛吼，啊迄阵啊点本书嘛咧办会课班啦，无点本书嘛办会课班啦，但是呢，我较印象较深的，要伊点本书办会。反对办小馆，迄个感觉这个，所以我也去做出来的人才，所以感谢到第一点就是讲你心里啊，大家一个地方点来地方听吼，会使这种点就是书写图，书写图是咱前刷分，迄个第一印是呢，左点上啊，迄个是。这些都办哦，啊，这个大乡里来的，哦，伊这种怎样会做？哦，啊，伊是另迄个交通台迄个所在，遐伊咱可能人来三楼那边，啊，伊头前这个阳台，哦，啊，伊厝是起啊，啊，若西少伊迄阵人在几月我记是啊，7月还是9月，哦，啊，伊到遐啊，所以头前搭一个。啊，像恁大小，安尼用一个地图，安尼地图吼，安尼用2.4人放，吼，啊用个地图安尼个，咱较早个是金属器水一般拍过来，过来后，而且金属器水啊，咱换
换到家己种的，有知影吼。啊，即摆咧桥段已经咧桥段吼，啊点了，开始点了说咧办桥段，安尼讲好国，安尼人讲会讲贴着讲袂山走井啊，安尼伫迄顶悬迄头拢做一个风波吼，啊闪倒来，安尼好，安尼伊个内底吼，安尼困到雨水啊甚至吼，安尼骹面迄狗啊声是安尼。吹到因即种当时啊去桥段啊，所以迄个时阵咧，袂当吼，学校是来讲，迄阵啊去听大家有人讲不歹的吼，所以迄个时阵听大家是来讲吼，迄脚是咧动，拢讲有影，迄种叫做动的对哦，毋是较来咱是脚高两步啦，哦，甚至拢讲吼，安尼徛的吼，安尼徛真得袂个是拢。这是是啊，佫一个咱西港的吼，较是西港的吼，西港有一段一个饭市，一饭市吼，咱咱即摆后名，爱我是讲伊个后名吼，啊，这个饭市吼，伊内底菜价啦，到有菜价啦，咱讲因啊，要点个点小馆，慢慢才伊做的生意，迄时阵请人客，安尼迄阵咱人咧了吼，安尼较袂讲大人感觉讲一定有接近人啊。哦，啊，所以也是咱咧三合院吼，啊，三合院牛过一个店吼，爱个拢看哦，所以大多拢弄过迄个名哦，安尼牛，安尼牛，安尼牛诶，像咱牛迄个体型诶，安尼吼，牛安尼，啊牛了，咱泡出来，哦，爱大多拢放了。大概迄阵安尼点个吼，啊好哦，甲你咧超过的时阵吼，安尼安尼公公婆婆哦，叫狗啊吹狗咧，迄个汤锅拢点完拢上着，拢上拢较无爱好啊，吼，啊甲迄阵安尼点了去转来吼，迄阵啊伊经伊听遮迄个啊，其实我袂使讲咧，我啊咧考察啊，我袂使无啥印象。哦，我是来搭车，哦，来啦，买转来吼，啊，佫安尼狗安尼扶安尼种，迄项目件搞啊，加票来，迄目镜安尼怎啊？迄阵啊，有个人穿啊，穿目镜吼，哦，啊，其他就买迄包来尔吼，啊，所以目镜搞来就是咱票来尔，哦，所以迄时阵啊，咱即个西港啊，去大即种，咱理解论述。对，啊，做起来，这是安尼，所以咧，讲咱下名，哦，即个啊，即个桥段的教育，哦，啊，当然这是一个啊印象上嘅深刻嘅一个印象。第二种啊，拄啊领了，啊，拄咱发动手吼，啊，前几只个桥段，啊，那么前几桥段是哪？咱前山啦，请前咱桥管，啊前互你做落来，你甲做着，互我前互我无公平啦，啊请前咱来做来啦吼，啊所以前就处理现在就是等，你演大概桥管当桥管10外，哦，互较个一个印象，互较个大哥配调互较做可以桥。啊，即个盐田站先生，盐田站是桥底下啦，哦，啊，即个红小姐桥底下边，啊，红小姐桥底下，啊，即个林宝树桥底下啦，哦，啊，即个吴太太，但是吴太太桥公公婆婆，哦，吴太太。江边有桥修理，啊，这个修理啊，啊，都在上，啊，无啥印象。啊，当然呢，迄个是桥管，即思考的名单，拢互咱思考啦。哦，啊，当时若要讲财事报是较济，是
做人真注意来，哦，啊，就安尼嘛，就是咱的心肝主心就真正爽快老爷啊，来超发，啊，超发了，即摆会转来吼，超发了拄好啊，哦，啊，代志拢办好啦，我转来到厝里拄10点外，啊，迄阵啊，我咧做兼职咧做大工，啊，伫个路边啊，三较早3间了解做兼一个加工的一个店啊，甲鱿鱼吼去烘熟啊，啊，互较好伫个鱿鱼边啊，青个小火啊，兴个，啊，呾倒入个火尔，烘熟啊，伊扫扫就好听，啊，目睭足酸涩，会揢落去，迄个盐香真诶，胃里啊倒下去，啊，签顶个警官，吼，安尼提出，安尼面对个就是安尼老清楚，啊，我就甲讲，怎是呢？有顶啊，有食，伊讲啊，求求你，我无甲你，我月才要转去啊，哎呀，讲伊月才要转，哦，迄时我看我过吼，好快有影，将军起来吼，啊，好啊，伊看咱爸爸吵，啊，伊咱规个顶穿起字啊。这样子啊，可以把它变成另外一件事。讲嘛，讲这个是咱领导讲这个在讲不够，伊已经老做点我不够，咱就讲这个。啊，天无啊教，他嘅心肝足够，讲心肝足，你若讲点在是你讲讲叫做一个点，我把这个点。要是讲嘅教，所以讲对，我叫人家心里讲，要么叫人家了解是哪个，讲今日呢，啊你就是边哦，你就甲做点在前面讲者吼，讲叫做一个点，啊那讲嘅不那不好，啊伊我唔按这个讲，是讲咱就把业主啊在，所以不敢明确跟他讲，但是这个定义啊。伊就迄阵啊，摕几拢摕咱中摕咱中加赛的表，甲伊就拢咱遐上尾走，伊就把伊拢一洗了，洗了到咱遐上尾走，爱嘛摕了甲我开甲我画，哦，啊，这实际到时甲咱遐食饭，啊，我就甲伊是来讲，这有我爸伊做面子我知，哦，啊，一间钱，你等于爸叫伊去工店，叫人去做。我叫伊把伊了解，啊，好。因为等于伊家讲，伊个来讲讲，爸爸你若要平时去工地吼，你只讲啊袂做袂到，我可以做，安尼啦。那我迄种本来啊，伊我迄阵啊领料，就讲啊，要开发商，所以找伊同开发，啊，叫我们开发啦，啊，叫我们开发啊，就给。去用买给这个一礼拜外倒来，倒转来，我们就讲来找这，所以找这个交通的是哪样？啊，交通的是哪样？如果交通啊，多这个交通停在那看着踏车，安尼用看，哪用来看？安尼看是我会发现交通在这，你是安怎来？三家这。差一个人礼拜，本来是足广播足看，啊晒到嘛，安怎么晒？然后回了回来，我看人家哦，伊讲我开啊你还可以来车啊，啊你还可以来车，我开这边车是我外岛开这边车在境外啊，哦安尼，然后外岛，哦安尼嘛。啊，即摆就比较济吼，啊，伊就讲真紧啊，我险死啊！你个你个比我即个礼拜有点死呢，讲是安怎你是呢？讲啊是那个，讲我心脏病，讲心脏病啊，吼，讲若倒会做起来，啊，所以讲平时啊，是服药，安尼对，啊，迄个是好势吼，就讲检查，无即我家己吼，啊，毋知有做无做我毋知。国家先开讲，国家先讲讲伊有敢讲，
真诶安尼对啦吼，所以迄个时阵咧，我就把这个答案家己讲。下讲讲了吼，口捌像哦，口捌哦，出大声哦，真正安尼，咱就讲一个真率性诶一个囡仔吼，真率性诶一个口出来，对我诶手法我就等于若安尼吼，我死我，道真诶，若安尼我死我，道真诶啦，我是安怎啊？你嘛讲这个原因，我惊，互我吼，即摆嘛真紧张咧，到底是什么原因咧？到底是怎样讲？讲因吼，伊讲伊即个代志若有伊讲，无人知影，嘿，即摆无人知影。哦，不过我这有一个讲，人的人生的风景啦，吼，这是从属性，咁真正讲了解。啊，所以伊是呢，甲我讲因老母原是乞食祖先，因老母一直乞食，啊，伊是乞食祖先，所以贪因乞食老母倒出来分开。啊，了后讲你做嗰个计划对这个人讲迄个事，讲你计划迄个事啊，啊，了后计划，啊，计划要生大领生伊，啊生小孩，小孩吼，啊，迄个生小孩啊，国10个月怀孕，啊，比老病死，是啦，等到10个月生了后，搁食米三。这个囝仔细汉我饲这个老母，所以到尾不得已，这个囝就阮爹吼开门割草啊，做事哦，去做事啊，袂骗囡仔吼，啊到后面啊大汉哦，啊到尾老母可以给嘛继续开门做后事，哦，因开门嘛死某啊做后事，讲计无偌久，因开门煞死。在台湾的死，要这个情况下说，其到尾来讲对做评价，啊，该安怎死的对，嘛唔知影我啊。啊，这伊就讲这个啊，超过了到底，这个后法度，后要讲这个名单，伊讲我去，到今日人咧，我讲来，哦，这款的心理吼，啊，所以吼，真正得罪，哦，所以因安尼咧，伊说讲咧，今日哦，以这个。修满的恶，足者不只是好势啦吼，相信讲咱伫咱国家的心上，拢有足者咱修满的见证，吼，拢有足者互咱来体会。所以遮呢，咱希望讲咱大家应该好好的这个修持，第二个咱应该互咱安尼这样看我这个愿意给咱这个修，这个咱做点。所以后期发展因咱老前下不为，他在那个网上走进去老前底下，老前你拢跟他讲一句啦，回去好好修道。哦，啊是诶，讲一句足简单诶，回去好好修道，无大家拢好好修道，为足者毛病，为足者严重足者问题啦。所以回去好好修道，真正有咱老前讲，回去好好修道，真正大家好好修道，大家拢相信。这就是讲来讲，也是咱报社一般经验啦吼。那我们咱是到这里啦吼，主家做常客，这嘛是咱报社见证啦吼。以上的咱即摆后壁咱的新闻报告咱的新闻报告，或者包括报社即摆的见证，马上列入新闻报告内，咱即摆。这个汤来继续。